飞飞风一流，绵绵爬爬日头路。传说中江湖上大名鼎鼎的五爪精英，这次可是开口说客语。身为云林客家子弟的廖昭堂，以诏安客语演出金光布袋戏。用口白来讲这个客家话，一方面可以传承，一方面可以鼓舞我们客家人的信心，打一剂强心剂啊！是客家子弟的使命感，也是自我挑战。用客语演出，台词必须重新背过，语调更要不断反复练习。先生就下功夫啦，开始背啦，走到哪边练到哪边啦，都一直在碎练啦。经过一番努力，成功将客语融入布袋戏，掀起一阵热潮，也吸引年轻人前来拜师学艺。有它独特的金光戏的剧情手法，很多种种，很吸引我们两兄弟来学。原来客语布袋戏也可以做成这么的威风。这是一个文化的传承，要让下一代都知道，本汉语团员都记得，本汉语团员都记得。为了向下扎根，廖昭堂也走进校园推广。在廖昭堂指导下，2轮国小布袋戏团展现学习成果。台中南京单气好，苗网秋飞迎领导，风车头部三摇头，天上升起，秘密的歌。接触了这个客语布袋戏，连我的那个客语也进步了很多。带着使命感前进，廖昭堂用客语布袋戏为客家文化更添耀眼光彩。上课喽！本哈尼托尼都地的，本哈尼托尼都地的，本哈尼托尼都地的。